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我頻道啊！今集我哋係講水餃王係即係灣仔碼頭嘅水餃王係今晚我係睇嘅，睇到要喊啊！我真係流下個眼淚啊！睇到出戲唔係一次啊，好多次個眼淚就湧下湧下，一路湧住，真係盞鬼咯出戲。佢係點令到我湧呢？可能我係比較感性啲嘅，無可否認自己就感性啲，係好容易喊嘅。我真係好容易喊，我冇人知嘅。男人老狗仲同兩個朋友一齊睇，睇完之後自己啊半中間係咁抹眼淚，係咁抹眼淚，忍住。但係呢個劇情呢，就真係令到你會湧下。其實喊同笑，我覺得人呢，即係一種抒懷嚟嘅，抒發嚟嘅，即係你笑，你睇到好笑，你咪笑咯；喊嘅，你咪即係睇到嗰個觸動啊！我要講嘅係嗰個觸動我內心嘅事啊！咁呢集呢，我係會有啲劇透啊！咁啊，如果係未睇嘅朋友呢，想去睇呢，你睇到呢度就冇睇啦。咁當然，我都鼓勵你聽埋落去。如果就算你未睇，我嘅嗰個劇透呢，不足為患。嗰個劇透都好啊，都不足，你都要去再睇多一次嘅，都係會再感受到嗰樣嘢嘅。咁我自己呢，就會再睇多一次嘅，我會帶埋我老婆一齊去睇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好難得有一部咁嘅電影嘅，我就坦白講，我係一個好挑剔嘅人嚟嘅，可以講睇戲又好啦，即係寫歌啊、做音樂啊，即係都會去挑啦，即係覺得講一部戲好壞，即係點都會有缺點，點都有優點。咁我頭先有睇到啲其他嘅評論啦，關於講水餃王后呢部戲呢，馬麗啊，中國嘅演員呢，有人評論呢，有人話睇咗之後覺得講唔好睇，有啲人話講好睇，其實個評論都講得幾啱嘅，去睇嘅年齡層係好重要嘅。你會覺得好睇係因為你嘅年齡層，後生嗰一輩可能體會唔到啊。咁我勸咩人去睇呢？我勸50後、60後、70後、80後嘅人呢，甚至90都要去睇呢部電影。尤其是係對香港有情懷嘅朋友，係一定要去睇部戲。譬如話你好中意香港。你好愛香港，即係曾經無論咩國家，曾經知道香港嘅朋友，睇過香港，即係有上有落啊，成個繁華嘅呢個香港嘅當年到依家，咁已經隔咗好長嘅時間，我哋冇呢啲咁嘅情懷片去睇翻香港還原嘅一啲片段，佢唔係好大，佢唔係還原得成條好大條嘅街啊咩俾你睇到，但係佢嗰啲氣味同埋內容呢係真係拍到嘅。咁我覺得，因為點解會感動到我、觸動到我呢？因為成個戲呢度會劇透噶啦，即係你係未睇嘅，你可以 skip 咗一 part，我就唔睇。咁我其實再講一次，咁佢其實成個古仔呢係講緊個莊女士啦，即係個北京水餃嘅創辦人啦，莊女士喺香港發跡嘅事。其實個古仔都唔係好複雜嘅啫，就係講一個女士喺帶住兩個女喺內地嚟到香港發跡、生活、創立佢嘅品牌個過程，跟住成功，係咁簡單嘅一部戲，但係呢個內容呢，就帶出好多個信息，好多個人性係入邊你係睇得到嘅。我真係希望，我而家講咗冇用啊，係你真係要親自去睇，去感受入邊嘅嘢，你就感受到所謂嘅人性，所謂嘅親情，所謂嘅對呢個社會、對身邊嘅人嘅嗰啲人性嘅嗰種人情味，係喺呢部戲入邊，你會睇到淋漓盡致嘅三個字：人情味。太多人情味，所以我會觸動，我會覺得講點解觸動呢？即係太耐冇覺得呢個世界有人情味，因為覺得呢個世界社會太多人都係嘛，我哋都知啦，活喺咁嘅當今世界，
又快嘅世界啦，即係人與人之間啦，睇到即係你會覺得現實咯。咁呢部戲入邊呢，我就睇到莊女士點樣一步一步挑戰呢啲所謂嘅現實，但係從中呢就揾到佢所謂嘅人情味啦。太多位令我覺得觸動嘅地方，因為我感受到，哇！原來去做呢場戲係要體驗嗰個人情味，哇！原來呢場戲係要睇呢一個人情味，佢有好多 part 嘅人情味令我體驗到，我會覺得未睇過嘅，我未睇過一部戲去呈現人情味呢樣嘢，呈現得咁淋漓盡致，真係太多 part，你去睇你會知道嘅。其中一 part 我就透露少少，嗰個警察嘅部分，你會睇到警察對啲人民咧，你未睇過電影入邊啊，因為戲劇入邊咧，警察係可以咁幫啲犯咗法嘅人嘅，你會覺得哇，真係個人情味可以厚成咁。當然個警察叔叔係因為喜歡咗嗰個女主角，所以佢有呢個動機係合理嘅後邊啦。咁當然都係呈現咗好有人情味嘅一面。除咗警察啦，除咗啲嗰個過程入邊咧，莊女士點樣喺嗰個環境入邊去突圍佢自己？除咗水餃啊，當然就係水餃啦。點樣去成長啊？點樣去面對打壓啊？同埋身邊遇到嘅嗰啲事件，好細嘅事件，但係好精彩。咁企翻喺導演嘅角度，即係我哋拍戲呢，一部電影 normally 一部電影呢都係100場到120場左右啦，即係一般嘅電影都會剪埋，咁都係100。咁呢部戲呢，我覺得最少都有可能都有成接近200場戲嘅。即係佢嘅交代，佢係用一場咧，可能一個鏡頭、兩個鏡頭過就下一場噶啦。一個鏡頭、兩個鏡頭過就交代某一啲事件，交代某一啲事件，變咗你睇嘅過程，佢係好豐富嘅。佢拍咗好多細節，佢用好多場戲濃縮喺個1個小時9個字嘅時間入邊咧，俾你睇到，即係每一場戲嘅個轉接位咧，都係好緊湊嘅。你會覺得哇，個導演係好用心，每個鏡頭接下一個鏡頭，而係冇嗰種所謂嘅浮誇啊，係冇嘅，係冇用到浮誇嘅。係唯一我覺得有多少係格格不入嘅一個演員係邊位呢？就係王祖藍啦。王祖藍令我覺得有多少格格不入嘅，即係佢嗰個角色。但係呢，過後我哋睇完戲之後呢，仲幾個朋友飲茶，傾起呢個角色之後，佢哋有講，可能當初呢，香港係真係有一個咁好似王祖藍咁衰衰格咁樣嘅做啲咁嘅嘢，因為王祖藍俾我感覺佢樣太新啦，好新，好 TVB 好綜藝啊，佢將變咗喺個鏡頭入邊呢，佢格格不入咯，即係我唔會覺得講佢係做緊嗰個角色，但係就睇你哋去睇完之後，覺得係咪即係王祖藍會格格不入？就我覺得格格不入，但係個戲呢係啱嘅。個古仔講到王祖藍啊，喺間屋入邊大家嘅個磨合啊，同埋水餃皇后阿馬麗講翻馬麗今次呢又即係開心麻花啦成個團隊以前跟住落開心麻花拍咗咁多系列嘅電影攞咗咁多票房，咁今次水餃王係喺內地我又幾意外喎，到依家母親節啱過完，即係呢個檔期母親節檔期，呢部戲水餃皇后係獻俾母親節嘅。聽講都係莊女士，即係嗰部戲入邊嘅女主角，即係已經過咗世噶啦。呢個所謂嘅水餃女俠係水餃皇后嘅女，有份投資嘅，聽講啦。咁就可能就記錄佢阿媽嘅一生。即係無論點都好，馬麗今次拍呢部戲呢，係我覺得我會對佢加分嘅。除咗佢係演繹啲喜劇啊，咁多年嚟做咁多演喜劇嘅事，但係真係今次佢嘅嗰個眼神，
佢嘅嗰個眼淚，係流咗好多次眼淚啊！有人話：哇，會唔會太過濃啊？啲眼淚流得咁多，好似一路咁流。咁其實當初有記載話，莊女士係一個好眼淺嘅人，眼淚好淺嘅人，佢喐下就喊噶啦，好容易喊。即係呢啲就係內心嘅嗰個澎湃嘛。我哋對人生、對社會嘅嗰個渴望，好多生活上嘅經歷上，有時我哋會希望身邊嘅人點對我哋。你會有期待嘛？我哋人與人係有期待，但係嗰期待之後，你睇到人哋幫你，你會流眼淚，即係你知道講，你真係幫緊我，嗰個觸動啊，嗰個一點一滴，即係喺個戲入邊呢，我最少睇咗有7幕到10幕之間呢，係觸動到嘅，係真係哇，真係難聽啲，你露尾啊，真係。點解你會咁嚟拍到我真係觸動我內心，就真係十分好嘅。尤其是有一幕真係最難忘嘅劇透，我都要講噶啦。嗰幕真係要記載住呢一幕呢，就係邊幕呢？即係阿志雄都有拍嘅喎，係咪叫志雄嗰個黑社會大佬光頭嘅？就點呢？佢就有一幕嚟到灣仔碼頭水餃皇后擺攤啊嘛。有啲僆就嚟搞亂啊嘛，要收陀地啊嘛，咁啊搞下之餘咧，就搞到水餃皇后嘅瑪麗嘅2個女，就唔知點樣搞到之後，阿瑪麗就攞個刀上嚟就同佢哋死過啦，就你冇掂我女啊，你先係掂我攞嚟放你唔夠乜嗰一幕咧，哇！嗰個陀地老大咧就望住佢，應該叫志雄係嘛？我唔知佢真名係咪叫志雄，就係個陀地老大咧，就係光頭，佢就望住佢，笑住睇住佢，就係嗰一幕咧，由頭到尾係冇一句對白，但係嗰一幕就呈現出去睇緊呢個女人點樣為咗佢生活，同埋點樣保護佢嘅家人嘅嗰種力量，就笑住咁睇住，冇一句對白。過後呢，阿瑪麗維護住2個女。過後畫面上呢，就穿插嗰個大佬，原來曾經佢阿媽都係咁樣為咗佢嘅仔女，當年又係攞住架刀咁樣去即係保護個仔女。你喐我個仔，我同你死過嗰啲咁嘅嘢。所以呢個大佬睇住水餃皇后嗰個笑，即係內心知道你有我媽嗰個影子。即係嗰種大家都係會識得欣賞大家啦，其實嗰場戲真係我欣賞你，你雖然要喺度揾食，我欣賞，但係陀地費一樣要俾，即係當年跟住都幫襯佢，跟住都好多後邊正能量嘅嘢啦，部戲坦白講，我睇嘅過程，即係點解我勸大家要去睇呢？即係你要帶一種心情係點嘅心情去睇呢？你會覺得講呢個世界到今時今日，人情嘅冷落，同埋啲世界行得太快，冇辦法去歇一歇，去諗翻我哋舊時候嘅嗰種社會啊！喺出戲我哋會睇到，同埋你會睇到去不停嘅激勵你去向前去。做好你嘅每一樣嘢，即係當年嗰個社會啦。你睇到香港嘅社會係幾咁嗰個年代啦，70、80年代嗰種崛起，即係嗰個年代。當然喺嗰個年代，你要去創一番事業嘅話，你只要肯努力，你就會有收穫。佢講緊嘅係一樣，你努力你就有收穫。你會喺戲入邊睇到你努力有收穫，雖然幾次佢跌倒，但係佢經過嘅思考，經過佢嘅修進之後。改進之後，不停嘅有講改進嘅個戲入邊，改進點樣改進，咁嗰樣嘢至會越磨越好，越做越好啊嘛。其實個信息就係俾我哋咁，要我哋去體驗乜嘢呢？我永遠覺得睇一部電影呢，就係你不停嘅喺度體驗你自己嘅人生。你要點樣豐富你嘅人生啊？對唔住，我係可以將電影講得咁，所以咁神聖偉大嘅係喂。電影的而且確係令人去睇完之後呢，會令人會有呢個體驗，
俾你自己人生嘅。我有好多幕，包括瑪麗前面有幾幕同佢老公劈低佢哋，即係唔係劈低，即係覺得講我翻頭娶咗個女人，因為佢同我生得到個仔，我而家要全部去泰國，你都要跟我上去。而瑪麗嗰個眼淚流咗之後，好狠咁樣望住老公話：而家係唔係你唔要我哋，係我哋唔要你。嗰句話你會睇唔到好多人生嘅哲學，你會好睇唔到原來人愛去反抗一件事，無論係一個家庭一個轉折嘅難關嘅過程呢，佢都會有佢自己湧現嘅一個智慧嘅。我講你會喺戲入邊睇到好多佛偈嘅智慧，你會睇到好多嗰個轉折位，人性點樣去湧現呢啲奧妙嘅情節，係真係鋪得好多好多，太多啦！每一個位都係有去交代到人性咯。我從呢部戲睇到人性、希望同埋人情味，人情味好深，好多幕嘅人情味體會翻出嚟，仲有好多幕，我盡量都唔講，因為有啲朋友可能未睇。你哋係用咁嘅角度去睇部戲呢，你哋就知呢部戲點解我會講得咁覺得係好成功嘅。但係好可惜喺內地嘅票房呢，就淨係去到4億幾嘅，聽講會應該去到5億啦，超過5億。希望都更多人去支持呢部戲嘅，因為我覺得呢部戲真係俾咗香港一個好好嘅體驗嘅一個回憶啦，集體嘅回憶啦。去睇翻，即係點解咁講集體回憶？因為香港係一個東方之珠，佢係一個只要你肯努力，你會有奇蹟嘅地方嘛。咁呢件事呢，就喺部戲入邊就正好睇到啦。你只要肯努力，哪怕你係一個女人，哪怕你係拖住兩件落嚟咁樣，乜都冇，東山再起，你自己都可以白手興家。喺呢部戲就深深體會到，佢唔係浮誇式嘅去呈現咯，唔似一啲浮誇式嘅過幾場戲，成功咗啦，咁冇嘅，佢係真係不停嘅磨啲細節位，磨佢點樣過，磨佢點樣去克服佢嘅人生。所以成部戲入邊，我最佩服嘅呢就係嗰啲節奏呢，佢又唔會太多，佢又唔會太少，該流眼淚、該擁抱嘅地方有晒，嗰啲所謂嘅情節位啊、轉折位啊，到佢嘅成個人生，到佢起起落落，到去突破佢嘅命運，我哋睇到，即係我會睇完呢部戲之後，再豐富我自己嘅人生。即係坦白講，即係好勸所有即係中意香港，即係你想寧靜聽一聽，即係去俾電影去豐富你人生嘅人呢，你係真係值得去睇部戲嘅嗰啲細節位，去體會主角遇到嘅社會問題，主角遇到嘅難關，佢嘅內心係點樣去俾翻對方，同埋入邊仲有幾場戲係真係，我覺得。我唔知點講啊！即係我盡量真係冇去再透露太多啦。希望想睇嘅朋友咧可以去睇啦。包括佢嘅一啲情感位嘅問題，有一啲情感嘅仙喺入邊咧，就哇！我覺得真係處理得真係好咯。嗰種包容，嗰種放手啊！睇完之後真係覺得講一個人係咪真係做到咁呢？有個評論嘅，第二個評論嘅就話。聽講呢個戲呢就好似包容到呢個女人呢就好神聖，好似哇乜都無所不能。其實佢唔係包裝到咁，而係嗰個年代呢，你必須係要講，你必須要揾辦法去再企起身，再呈現你堅強嗰面。尤其是喺香港當時咁樣嘅一個年代，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之感觸到我啦。呢部戲無論點都好啦，好多謝。劉偉強導演佢拍咗一部咁靚嘅片，同埋好多謝瑪麗演得咁好，同埋其他演員韋英雄，仲有好多史凱琪，仲有嗰兩個細路哥，真係令我回味，我會去再睇第二次嘅。咁
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水餃皇后睇完之後，你一定會喊。